咱无牙丁，去牙丁。我要来食鼎肉丸。你要订肉丸？你要订几粒？这是我第一件食脆皮的肉丸。等你家己讲。不错啊，听起来敢若盐酥鸡甲鸡排，会当试食看卖，足香的。伊新推出的菜头粿足香的，伊家用因为我本身较爱食伊赤赤，伊这逐地拢赤赤啊足香的，我爱吃赤赤。这较赤还是女朋友较赤？这袂使比。啊，你若甲女朋友讲伊赤甲敢若要炒的干，你会起来。你看伊足好食，伊足有够味的，蒜头味有够，啊有够香。系啊，唔要食传统的。其实我感觉咱大陆的肉丸比较好食，比种。安尼看。天啊，你无买这种花条。你捌食感觉做是死的。原来我细汉嘛有来过食，买过唱片，ND 6都有Tâi-gí，嘛有来食细汉买唱片，大汉食肉丸，大家总会来食鼎肉丸。ASUS in search of incredible， 台语老厝。